好漂亮哦！好大架呢架飛機，呢架90嚟㗎。90嚟啊！90嚟啊！呢部都是比較老式的，在固定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有埋字啊！有字添啊！係咯，有字㗎。對 ，China welcome。哇，好撚犀利啊！哇 ！BTX 啊 ，BTX。China。啊，咁先好玩㗎嘛！漂亮，眼先似單眼喎 ，fly 㗎嘛，它放電了。小妹，太快了，它跟你放電了。單眼呢？哦，咁啊好睇啊！哇，有星星啊！有星星啊！這是一整排。哇，都唔使電筒照住嘅喎，真係嗬。係啦。咁光你啦，星星喎。哇，個 program 好靚。好似 UFO 啊！掌聲！最後應該把它的國旗再亮一下，這個不太好搞。好貴㗎嗰對獎。對啊，對，那個獎。係啊，呢對獎好貴㗎。呢對獎要幾錢啊？阿伯？幾千人？幾千人喎？有沒有蜘蛛俠？有沒有蜘蛛俠？哇！好清楚啊，真係。好靚，好靚。再來一個星星啊！哇！哇！海盜船在飛行啊！我們今天準備了4架，各有巧妙。第一架開胃暖身，第二架讓你驚訝的點。這個也是一個亮點。看吧。這個是個亮點啊！你說這個東西從哪裡搞？哎呀！這個在國外那種都賣。我驚佢閃到佢眼花咋。我驚佢閃得滯眼花，睇唔到隻機。頭先我睇唔到，所以我好驚。等一下，那個機子拿來你拍一下啦，這個。我驚你撞到嗰啲嘢度咧。唔會嘅。哇！過癮，2分幾鐘嘅。佢飛得好慢，應該有㗎，可以飛到5分鐘。2分鐘嘅喎，哇，很近啊，很近自己的。哦，這個名字哎，哇，名字打漂亮。好，當時上面寫的3。哇，很近。China 2011。珠海。順便跟大家微笑一下，眨眨眼。這個東西加飛機上面加 LED 燈哎，這個東西可以去那個，可以當亮點去賣。有啊，有得賣的，是不是？全都是賣回來的。我好驚啊，好驚跌落水啊！頭先阿火星係咁叫佢跌落水，呢隻我都唔捨得佢跌落水。是啊。要活着回來，玩好無損的。然後它掉到水裡面就會，整個水面都會曝光。這個東西有線。這我準備係，到時候整一啲。這個東西不錯，但這個東西應該也可以在這邊。喂，睇時間嗰陣冇電翻唔到嚟喎。哇，唔係咁都低啲係嘛？冇電就仆街啦。好，越來越低，往左邊去。外國機手真係啲外國機手啊！咁鬼耐嘅佢嚿電。我下來了，現在找不到方向。睇到啲女仔幾開心啊！頭先一開燈啊，仲有哈哈笑又會單眼喎。唔會啊！嗰啲咁嘅搞，我肚。好，現在到了飛回各位掌聲。佢真係上屋土啊！好，佢來啦，佢來啦，不要丟失時間啦！哇！真係屙肚啊，唔係假。喂，真係屙肚喎！好。好嘢！真係屙肚。
真係你屙肚啊！你話唔係屙肚啊 Awesome！ 把這個拿。 ？Awesome！